Hello， 大家好，我係咪啊。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港口核心地段小區之一星港城市名都 B 區嘅單位啊，113平米做到4房啊，仲要係全新豪華裝修嘅單位嚟㗎，位置都係極好嘅，喺我哋萬文匯隔離啊，即係我哋巴士站對面啊，呢個地段咧係非常之核心㗎啦。講緊全部步行呢啲配套咧，全部都可以享受到嘅。1+1超市咧，同埋我哋菜市場咧，都係非常之近噶啦。富源港景峰就係我哋隔離嘅啫。咁呢個小區咧有7到8年左右啦，非常之新淨嘅一個二手房單位。轉頭我俾大家睇下個花園，大家就明白晒啦。咁呢度咧非常深受咧本地人同埋深圳人嘅喜愛啊。大部分嘅業主咧都係啲兩個地方嘅人購買嘅。咁而家咧我即刻俾大家睇下呢個小區周圍嘅配套同埋小區嘅園林到底點樣啦。Let's go！好啦，我哋而家上到嚟18樓嘅呢一個單位啦，113平方，90幾萬直接攞低啊！最緊要咧，佢係4房嘅單位，全新嘅裝修啊！而家即刻俾你睇下呢套靚單位。呢個單位8月啱裝修好㗎，門口就做咗個到頂嘅鞋櫃，入門左手邊咧係一間細房嚟嘅，佢係由陽台改造而成，做晒榻榻米床㗎，並且有一塊景觀大玻璃啊！呢度係18樓嘅樓層，朝南向㗎。客廳整體好闊落啊，餐廳、客廳分明。客廳做好咗風管機，並且係無主燈嘅設計。呢個南向露台好大啊，下面就係生活超市同埋小區街鋪啦。18樓望出去都幾開揚㗎，就係隔離呢個小區樓宇會比較近啲。呢個接受得到咧就冇問題嘅。右邊咧係港口幼稚園。呢間屋電視背景牆、梳化、餐邊櫃、酒櫃全部幫你做好晒。成間屋嘅牆體全部做晒護牆板啊，更加顯出高級感啊！餐台餐椅全部幫你準備好，我哋再睇埋呢個大廚房啊！廚房係將生活露台嗰一部分推埋出去㗎，成個廚房咧就變得又大又闊又乾淨。我哋睇埋另外嗰3間房同衛生間先。客廳隔離呢個咧可以做長輩房，窗簾、床、到頂嘅大衣櫃全部幫你做好晒。呢個咧就係我哋公共衛生間啦，乾濕分離3段式嘅設計。隔離就係客房啦，呢個客房淨係做咗窗簾及到頂嘅大衣櫃啊，床咧要自己買過啦。再睇埋個主人房，主人房係套房嚟㗎，獨立衛生間都係乾濕分離做好晒啊。主人房就會更加大啦，仲單獨做咗個天花板添，有埋背景燈㗎。窗邊做咗個辦公嘅位置啊，可以作為梳妝台使用啊。床嘅背後都做咗背景板及燈飾嘅設計啊。3邊落床，地板都好靚啊。同樣咧都有做到頂嘅大衣櫃。港口新裝修嘅單位賣得真係好快啊！各位如果對呢層樓有興趣嘅話，就快啲聯絡阿咪睇樓啦。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先，多謝收睇，拜拜。